喂，白羊座嘅朋友要注意啦，唔單止講緊你嘅太陽星座係白羊座，如果你嘅月亮上升或者天頂星座係白羊的話呢，都可以停一停嚟睇呢條片，因為你要知道白羊座點樣行啱路先至可以行運。成日覺得自己太燥啦，坐唔定，好似做乜嘢都唔長久咁樣，其實唔係你嘅問題，而係你用錯咗自己嗰把火。白羊要行運，要認清自己天生有3大特質，然後揾啱方向，爆發真正嘅潛能。第一，白羊座咧係要喐嘅。白羊係火象星座，係12星座嘅第一個星座。你天生就唔係坐喺度等人吩咐，而係你要帶頭衝出去嗰個。但係如果你就咁揾份文職，一日對住部電腦坐10個鐘，你就會開始覺得好燥啦，好悶啦，開始懷疑人生。我見過好多白羊座，佢由 office 工轉去做一啲可以俾佢多走動啦，或者有挑戰性嘅工作，例如同運動相關啦，做 sales 啦，活動策劃啦，紀律部隊等等，成個人即刻唔同晒，有得喐有得衝先至係你嗰條路。第二，白羊座咧係要忙嘅，唔好以為咧個個都真係中意 hea 住啦，他條條咁樣，反而白羊座咧係怕太過得閒，得閒咧就會冇力冇火冇意義。你要做嘅工作呢，係要你日日都覺得哇有得打仗啦，越多嘅挑戰，其實你越起勁，越難搞你就越有火。啱你嘅工作呢，係唔需要你坐喺度等時間過㗎，反而有啲忙有啲挑戰性呢，先至會令你更加有衝勁。第三，白羊座呢係要爭嘅。我知呢個社會呢唔多鼓勵人去爭，總係叫你呢做人要謙讓啲。但係白羊嘅競爭呢，唔係為咗踩低人，而係為咗證明自己我都做得到。你一見到有人叻過你，你就唔會縮，反而會話好，等我試下鬥下先。所以咧，你唔啱一啲要講人情啊、搞關係嘅環境。你需要嘅舞台就係一個可以公平鬥實力、鬥表現嘅地方。所以白羊座要行運，唔係要你改性格，而係你要認清自己，揀啱方向，有得俾你喐得夠、忙得起、爭得開心，你就自然事半功倍啦。因為當你做緊一啲真正屬於你嘅嘢時候，你再唔係人哋眼中嘅太過燥底、太過衝動，而係你會爆發出一種自帶火力嘅魅力。總結一句，你唔係要改變你自己，而係用啱嘅方式去做自己。一行得啱呢，所有力量就自然會爆發出嚟。想了解更加多上升太陽、月亮星座，我預備咗一個免費嘅占星體驗課，想領取嘅可以嚟領取。如果你想下一個星座就講你嘅星座呢，記得留言話我知啦。